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篇、民数记第6章22到27节，加拉太书第4章第4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2章15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祝福。首先要跟大家恭喜新年愿上帝保守你我在新年呢继续蒙恩得福。那今天特别是在教会外面的中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个日子呢，在大公教会，就是我们俗称的天主教教会历里面呢，今天的主题是耶稣的名字。根据路加福音记载，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以圣灵的方式来使玛利亚怀胎来将耶稣生下来。那天主教因为玛利亚的被上帝来交代他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们就把玛利亚来封圣，并称她为上帝之母 The Mother of God。 这是根据三一上帝的信仰概念来看的。那耶稣基督是圣子上帝，在理论上面呢，看起来是通的因为耶稣是圣子上帝嘛可是呢，事实上却忽略了所谓我们知道的三一上帝概念这个教义的理论三一上帝，耶稣只是其中一个。那我们也忽略了这天主教也忽略了玛利亚只不过是上帝赐下救恩，赐给世人这个的女婢，她的工具。玛利亚是耶稣之母，但她不是基督之母，也不是上帝之母。改革宗教会非常清楚的立场是反对这个说法的。那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是耶稣的名字，然后我们要进一步来思考上帝所赐的救恩与赐福。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耶稣的名字。那第一个当然他就叫耶稣。马太福音第1章21节，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在马太福音天使跟玛利亚的预言当中，已经非常明白的说到，因为他将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 Jesus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Joshua，是拯救的意思，也是在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说到了。路加福音第1章30节也有同样的记载。第二个，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根据马太福音第1章22节到23节的经文这样子说道，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有童女将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第三个角度，上帝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1章32节的 A 这样说道，他将要成为伟大的人物，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这是也是这个天使跟玛利亚所说的预言里面的。第四个，
他要称为基督。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6章16节的经文看到，彼得这样子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的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在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然后耶稣又继续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之后，在对答之后，彼得他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救恩的意思。耶稣的名字又称为永活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符合了路加福音第1章32节，上帝透过天使告诉玛利亚的预言，也是彼得所说的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也要成为永远的君王。在路加福音第1章32节 B 后半段，天使也这么说：主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然后他要成为永远的君王。我们从第7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7章21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但是耶稣是借着誓言成为祭司的。上帝曾对他说：主曾发誓，绝不改变心意，你要永远做祭司。也就如同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的经文说到，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差遣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成为世人的救赎。他要使世人不再为奴，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让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这也正是那些牧羊人，为什么牧羊人跟东方的博士要大老远去敬拜耶稣的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看到了上帝的赐福，就也如同民数记的祭司的祝福一样。愿上帝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上主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上主看顾你，赐平安给你。上主说：如果他们奉我的名祝福以色列人，我就赐福给他们。今天这样的赐福就也要临到你跟我当中。愿我们所倚靠的主上帝在新的一年当中，透过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救恩的光，也光照我们，使我们脱离疫情的凶恶，使我们蒙福。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第8篇。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婴儿和幼童一起唱歌。你建造巩固的堡垒，防备敌人。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牛、羊、荒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江河的鱼类、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
感谢上帝带领我们经历过去的这一年，虽然我们仍然在疫情非常不明确的这样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要面对疫情的侵袭，可是我们感谢上帝，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过去这一年，也恳求主继续的带领、保守、看顾我们将来的新的日子，有丰盛的恩福同在。感谢祷告，是奉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